另外来看，这台南的校园竟然标出这场的霸凌，这是一间国小的老师因集体来တင်情，讲校长对因有违意的霸凌，用这死鱼啊来敲洗要请病假的老师。那校长呢，伊是出面来解说，讲是好意咧关心同事的健康，唔是无要互请假。这老师的立场是安尼，也毋过家长会呢，煞是徛伫咧校长迄边，发起联署来支持。目前这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。 台南市议员最近标出某一间国小老师集体တင်情，指讲校长长期集中霸凌，譬如校长捌用死鱼仔敲洗要请病假的老师，甚至替因太太老体由原甲工会做好势案例，讲予老师听。议员批评这个校长凭干摆落尾，煞无检讨，煞咧找替死鬼。民代强烈要求教育局爱甲这个校长换掉。霸凌的事件不是只有一位，包括代课老师。 包括怀孕的老师，包括育婴假的老师，老师跟我讲一句话：只要他们勇敢站出来，他相信教育局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。面对指控，校长出面驳回，讲伊是好意咧关心同学健康，甲强调责任感，毋是无允准因请假。校长嘛针对伊讲话甲无好的所在回失礼啊，嘛呼吁受委屈的同事应该要透过正式的管道来申诉，毋是安尼抹黑。可是接下来在招跑常代老师之后，这段期间的 交接部分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。关心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好像很多部分是窒碍难行的，而且我也发现他好像精神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比方跟他说，如果你真的身体有不舒服，其实真的可以去看看医生，或是寻求 EAP 的协助。不过家长会有无同的立场，针对学校评鉴成绩无好，家长会质疑评鉴方式过程，所以主动发起联署。这阵全校74个学生有90成的家长支持校长连任。联署书是由我们副会长所拟稿，还有我们之间去完成的。他就对于校务的 发展，还有对于学校同仁跟孩子们之间，我所看到他是非常尽责。期中考要考1到6课，这位老师9月1号开学，9月16号就已经教到第6课了。我不清楚讲的是不是这位老师，但若是的话，那就是我孩子的老师。教育局回应已经启动调查，除了调查敢有校长欺负人的代志，嘛会去看敢有别项违规。即摆相平一人讲一种话，这阵校园争议嘛引起外界关心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